乌克兰甲罗西亚搁交换政府，有108乌克兰人从平安放回去，不过2个月炮火也是无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讲，是军兵带中国走向激进的方向，可能会催进刀拍台湾，嘛强调台湾晶片的重要性。非洲奈及利亚当年10月拢会做大水，今年特别严重，今年10月已经超过600人因为大水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头一站，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昨两国是搁交换政府，有108乌克兰的女性平安互罗西亚放回去，其中有包含96个士兵甲12个平民。也若是罗西亚是带110个人回去。所以来看强硬对价部分。英国10月北约甲罗西亚拢会举办军演，今年北约的军演已经开始啊，计共是有14国60架战机参加演训。美军的打击核武器的轰炸机嘛包含在内。这回北约主要演习的范围是在北海海峡。也若是罗西亚迄边也是无公布因军演的细节。不过有挪威网站是表示讲，罗西亚部署伫咧西北部莫曼斯克的轰炸机已经有调动的现象。而且罗西亚西北部的海峡10月14到10月22有发出飞航警示，警告讲迄区是罗西亚要射飞弹的方向。这几天真有可能就是罗西亚军演的时间。北约甲罗西亚拢强调讲，因这是逐年拢会举办的操演，毋是针对战局。不过双方嘛是拢无爱落软。北约甚至是强调讲，袂因为局势紧张就来取消军演，无爱互罗西亚认为讲北约会因为压迫来屈服。花口湖用轻松的脚步行，这108名乌克兰的女性战俘17总算毋望着转去的这一天，因坐巴士到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其中一名今年5月互俄军掠去阿索钢铁厂内的护士，真着急要甲家庭团圆。Я уеду к дочке. Я очень хочу увидеть дочку. Які емоції були перші, коли ви дізналися, що їдете? М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не верили. Вот пока не пересечем, не сядем в наши автобусы, вообще не верилось в это во все. 乌克兰甲俄国即摆大声强势，推荐我8个月来，头一摆为俄国手中换回108名，全部是女性的战俘，包括96名女士兵，其中37人来自阿索钢铁厂，另外12人是百姓。同款伫扎波罗热110名，互乌克兰掠到的俄国战俘，其中包括72名俄国上阵的军官，也伫同一天得到释放，特别反响。俄国讲有2名战俘主管留伫俄国，也毋过互俄国好人。Ще задовго до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Ми ні про кого з наших не забуваємо, усіх маємо повернути і повернемо. 虽然俄乌换战俘行动是战争中特殊现役的一部分，也毋过俄国继续针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动无人机自杀攻击。总统普京更加讲，无放弃动用核武。对此，北约毋那是伫保加利亚境内举行作战部队的演训，为10月17开始一直到30夜展开大会，坚定正午的组织核武联合军演。14个北约盟国达到60架战机参与，包括美军具备核武打击能力的 B-25远程轰炸机也加入行动，来演练动用美国部署伫欧洲的核弹。北约另外一项大号海神打击的海上联合军演，也要一直继续到19。美国协助动力航母不时号也到2月份。So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ike I said, build our partnerships, gain interoperability by communicating and understanding how our friends work in this theater. 另外，德国是伫下萨克森邦的比尔根举行本国的军演，总统小组也亲自到场视察。小组强调，透过这摆俄乌战争，德国应该更加了解捍卫北约盟邦甲德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性。德国政府已经批准2000亿欧元的经费，要提升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设备。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虽然讲两国交换政府算是和平的头一步，不过罗西亚还是继续用无人机来轰炸乌克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都有齐齐徛街，甚至是有电厂去互无人机崩起，至少是有4个人死亡。另外，同一天，罗西亚是有一架战机咧飞行训练的时阵，伫咧乌克兰的边境摔落来，嘛造成4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
曾万早桥的自杀式无人机飞到指挥天顶，发动一波一波的攻击。这栋工具被炸了后，规个岛会造成死伤。其中一位死者是有心的训练人，行伫路的人赶紧找所在避。真侪公寓大楼内面的人想要走也走袂赴。当局讲有人员设施被攻击。Кімнаті і почались вибухи. Ми виходимо, а лісничої площадки вже немає. More than 200 apartments building destroyed from Russian attack. 警方要严惩下飞过无人机，当局表示，迄天有28台无人机串联攻击落台摔来，至少13台被拍落。伫摔来无人机顶头有写着，这是为着贝尔格罗德。顶礼拜伫咧乌克兰边境，伫俄罗斯的贝尔格罗德一座发电厂被攻击，有命体被破坏。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讲，敌人不断的恐吓百姓，先方无人机甲飞弹正伫咧攻击规个乌克兰。根据情报，俄罗斯甲伊朗买2400台无人机，甲名字 Juran 2，也有相片做证明。最近几礼拜，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被用来攻击乌克兰的城市甲基础设施。伊朗之前一直否认有提供武器给俄罗斯。مبتنی بر اهداف سیاسی است و عمدتاً از سوی منابع غربی ه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یچ سلاحی رو برای هیچ کدام از طرفین جنگ伫同一天，俄罗斯有一台苏凯34战机伫乌克兰边境的西南部城镇伊伊斯克射击，一栋名体导火，并且造成死伤。失事的原因是其中一台发动机导火，伫迄当阵是正准备要开始飞行训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票落到32年来上低，日本的财务大臣就表示，未当容忍因为大司机差价销行为，代表日本政府有可能会插手救回市。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警方公布 SK 邦桥数据中心火灾的监视器画面，确定是因为电池出火星所造成的。一座电池户卡口甲 Naver 等等的网络系统规个崩盘，灾情是真严重。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 Truss 将是为着家己的减税政策公开会失礼。新的财务大臣汉克就任了后，开真侪能源补助。明年4月开始，一般家庭的电池、天然气钱一户一年可能会超过5000英镑，就是大概18万的台票，一个月就要万几块。随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罗西亚最近出动伊朗籍无人机空袭乌克兰的首都，显示讲伊朗有可能甲罗西亚联手对抗西方国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调查显示，中国透过侪管道对美国官方赞助的机构提美国特殊科技，正在变研发超音速的飞机。若讲到台海问题，是军兵伫咧人民代表大会强调讲，未放弃武力来拍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警告讲，是军兵是带中国走向更较激进的方向发展，会催进度来拍台湾。布林肯嘛强调讲，那台湾的晶片生产重镇，恐惊会是全世界的大危机。不过学界嘛有无同的意见，一个来台湾访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是认为讲，未来这10年，中国的经济若无好，是军兵就无迄个勇敢拼统一台湾。中共20代调会的时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前国务卿莱斯进行对谈。伫最近台海局势正受注意，布林肯讲，看到习近平正带中国走向国家激进的方向，警告讲北京决心要加紧统一的时间表，无想着用武力的手段来实现。A very different China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under Xi Jinping's leadership. It is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It's more aggressive abroad. And in many instances, that poses a challenge to our own interests, as well as to our own values. 布林肯也讲到半导体，讲若台湾生产晶片因为危机中断，全世界拢会发生经济危机。所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确保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对美国来讲是相当重要。但是来台访问的哈佛大学的教授认为，对科学经济角度来看，伊认为习近平并无着急要统一台湾。Any forced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is not possible in the near future.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intention.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ship realize it is impossible. 如果他自己已经认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的定位，已经完成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呢，那么也许统一台湾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
台大政治系教授杜怡芬也认为，虽然习近平化作反独出统，不过中国的经济状况无啥好，未来5到10年也无啥可能轻松拍一场战争。认为武统的时间表会延后，目前应该会先用假信息等方式来影响2024的大选，提出战争甲和平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海岛国家，是真歹感受到讲别个陆地国家，甲别国敢若隔一条河，甚至是一条线来做分界。关系较歪国家，两国人民是方便往来。不过，若是较歹的，大不时的因为有人下过线来起冲突。亲像希腊甲土耳其，中间就是用一条马里查河为界。即阵希腊政府竟然是讲，伫咧两国的边界发现92个无穿衫的难民，应该是去互人强迫对土耳其迄边的界界过河到希腊。虽然讲两国敢若差一条河，不过希腊算是欧洲，土耳其算中东国家。正因为侪中东的难民生活歹过，就偷渡去欧洲。后面就甲土耳其敲切，爱后面提供金钱的援助，就倒收即寡难民。所以即阵有难民对土耳其走过希腊，希腊就批评讲土耳其真野蛮，违反收容难民的协议。不过土耳其的外交部是否认并难民过希腊的消息，讲这全部拢是假。希腊的移民部长伫推特顶悬分享一段新闻报道，内容是希腊的警方伫希腊甲土耳其的边界发现到92个未婚妻赤身裸体的非法移民。希腊当局指控讲，这个人是互人强迫对土耳其渡河来到希腊，并且批评土耳其对待这移民方式是文明的耻辱。Η απάνθρωπη αυτή συμπεριφορά αποτελεί ντροπή για τον πολιτισμό και οφείλει η ηγεσία της Τουρκίας, αντί να κατηγορεί άλλους για τα όσα αδιανόητα συμβαίνουν μέσα στην επικράτειά της, να διερευνήσει το περιστατικό, να τιμωρήσει τους άμεσα εμπλεκόμενους και να τηρήσει τις υποχρεώσεις που προκύπτουν από την κοινή δήλωσή της με την Ευρωπαϊκή Ένωση. 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的官員表示講，這移民主要是阿富汗甲敘利亞的人，有證據顯示講，因是坐丘陵船來到希臘。聯合國難民署對這件代志表示真糟心，並且呼籲來做調查。內政部副部長卡卡克利轉述這個推特講，並且回嗆希臘因佇咧指控土耳其進前，應該就愛把時間用來遵守人權，唔是講來甲人殺人，也是講白賊。嘛呼籲希臘當局應該就愛較文明一掛。Uluslararası hukuk ihlali bakımından karnesi çok kabarık olan Yunanistan'ın bu suçu arttıkça Türkiye'ye iftira atmaya yeltenmesi de doğaldır. Ama maalesef buna inanmak isteyen, Yunanistan'ın her dediğini doğru kabul etmek isteyen, 希臘過去伫2015年、16年的時陣，就捌拄着對敘利亞來的難民危機，一直到土耳其同意阻止對海岸來的移民。希臘抑閣佇土國的邊界起一條40公里長的圍牆，用來閘非法移民。即擺移民的問題閣再浮現，兩國嘛互相咧指責對方講，因的手段真傲慢、無文明。公視新聞鄭依仁編譯。法國巴黎頂日啊，一個12歲查某囡仔放學了後無轉去厝，落尾竟然是互發現講伊的屍體去互逮佇箱仔內命案。檢方檢驗了後指出，這個受害者在死之前懷疑去互性侵虐待，落尾去互猘死。嫌犯是一個24歲外籍女遊民，目前已經抓到人啊。這件事件發生了後，在地民眾攏是心驚膽嚇，嘛開始有排隊移民、排隊外來者的聲音。12歲法國少女羅拉死亡了後，伊讀冊的學校氣氛真沉重，門外有溺愛的回溯。家長接送囡仔上學去，心情謹慎悲傷。這次檢方傳2個嫌疑人了後，將因收押。主嫌是24歲，好親像有精神疾病的女性遊民，叫做達比亞 B， 也有另外一個43歲男性共犯。因2個人攏是為阿爾及利亞來。檢方是講，少女生前可能有拄到性侵甲虐待，死亡原因是無氣，會以謀殺、性侵、虐待15歲以下未成年人，甲藏屍體這個罪名偵辦這個案。案發地點佇巴黎地
29區，區長是講會為學校嘅師生甲四周圍嘅居民提供心理醫師這個支持，強調學校是安全嘅。Important, c'est que la principale suspecte, a priori, soit interpellée. Donc, on n'a pas un psychopath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romener dans les rues de ce quartier, par ailleurs tout à fait calme. Mais évidemment, qu'un enfant de 12 ans puisse décéder dans ces conditions, c'est évidemment quelque chose qui submerge tout le monde. Les parents me racontent. 受害者羅拉10時放學了後，一直無轉去住佇對面的厝，家長報警，社區民眾加入協尋。迄暗伊的遺體佇家己厝的大樓深淺箱仔內方發現，遺體風捲入去，有北過現象，暗管還有傷痕。警方為監視器畫面發現，女性嫌犯達比亞比甲羅拉做伙行入去主體大樓，尾仔就炸大卡行李箱離開，涉嫌重大，隔工透早將伊逮捕。這個少女死亡案件全國攏真意外，社群媒體也出現真濟哀悼祈禱，毋望主持正義的大文。嫌犯的外國籍身份，佫引起極右派批評，治安甲維民問題，佫再變做議論焦點。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非洲國家奈及利亞當年10月攏會做大水，奪走真濟人命。今年的狀況是特別嚴重，敢若10月份，全國因為大水死亡的就超過600人，規年超過1400人死亡。而且做大水了後，佫會造成濟傳染病，親像是腦土症、尿失脈，會去互大水淹了，人民的生活甲食穿攏真歹過。对民众用手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雨水拢淹到路仔顶啊！每一冬的后半冬，奈及利亚南部接近赤道的沿海地区，每一摆到雨季的时阵，拢在淹水。当地官员讲，今年10月的水灾是最近10冬来上严重的。外电因奈及利亚的统计，当看出讲，今年前8个月，全国加起来因为水灾死亡的人数，到372个，到9月佫增加300个，10月才过一半，水灾就互600个人无命，这个无甲水灾引起的脑土症，造成几十个人死亡算入去。另外财产损失，特別是農地也是農作物的損失，根本就無法度估計。Flood has taken over everything, including our plants, our businesses. Most of our houses have been fell down in short, mostly mud houses. And if you get to our communities, the water have gone above the zinc level. 对空翕机翕的画面，会当看出淹水的范围真正足大的。本岛引起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全国已经有64万公顷的土地是泡伫水底，除了几百万人防逼一定要去避难，粮食生产嘛出问题，水灾嘛互路峽桥拢断去，重要的民生物资无法度运输，一定会互今年已经起23%的牛价更较严重。另外，今年是安怎水灾遮严重？除了气候无正常，雨量是伤集中，奈及利亚嘛认为重点是隔壁国喀麦隆，因为讲喀麦隆的水柜放水放伤过量，才去影响到奈及利亚。公视新闻徐家人编译。菲律宾卢松岛的一座小店嘛，常常淹水，当地嘟嘟车司机也是爱想办法做生意赚钱，所以因就变巧把车改装贴好悬，变做是落卡的嘟嘟车。有这款想法了后，就算讲是淹水，嘟嘟车嘛会当正常做生意，而且当地居民要出门嘛，不止会当坐船，即阵嘛会当坐车。三轮奥多麦有载人的座位，这是菲律宾真接看的交通工具嘟嘟车。不过眼前这几台看起来无啥共。这特别悬的嘟嘟车是首都马尼拉附近一个城镇哈根诺伊特有的车辆。当地因为挖近河流，国家马尼拉湾大楼真接做大水，若是拄着雨季也是风台，这水定定2公尺悬。小城镇的嘟嘟车司機想到改裝車的這個辦法。Katulad po nitong unahan ng tricycle ko na nilagyan siya ng angular na sa tansya ko po na ang sukat ay 1 pie ang naging taas niya mula sa standard na size. 嘟嘟車改管了後，座位嘛變懸，人客唔免煩惱坐車的時陣去捌着水。這對居民來講真好，因為若做街路淹水，因敢會當用行的撩水，啊若無就愛坐船。即嘛是加一個改裝的嘟嘟車選項。Very important sila sa amin, lalo na sa amin nagsisipagtrabaho na ang laki ng tubig pa hanggang tanghali. Kailangan namin yung mga transportasyon na gaya ng tikling na matataas ang
书记是讲，因会驶过积水区去接送人客，每人一抓收40菲律宾披索，差不多22块台票。算来平均逐工会当赚500菲律宾披索，差不多270块台票，比一般的嘟嘟车加一寡。啊，毋过扣除改装也加维护费，其实所赚的利润无遐尼济。虽然是真有创意，啊，毋过一直饮水嘛毋是办法。Sa basura nga, ayun nga, sa dami nga nagtatapon dito sa kung saan na lang iniitya. Tsaka yung ilog dito, ka-extend ng mga bahay, lumiit na rin. 一个船长是讲，粪扫处理不当，也加城镇发展，和哈格诺伊饮水情形一年比一年严重。地方政府是讲会进行河流的清理，不过问题改善进程，居民也是敢来当忍受大水，伫积水的时阵想变通生存的方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当代英语小说界上大奖布克奖，暂时公布一个斯里兰卡作家卡鲁纳提拉卡，伊描写一个不幸过往的战争摄影记者，伫另外一个世界执行任务的小说摕到大奖。The winner of the 2022 Booker Prize is The Seven Moons of Mani Almeida. 斯里兰卡作家卡鲁纳提拉卡为英国女王卡米拉的手中接过奖项，佮得到5万英镑，相当代表181万奖金。这是2019年以来布克奖头一摆恢复实体典礼。卡鲁纳提拉卡的作品讲的是1990年代出伫内战的斯里兰卡，一位战地摄影记者马里阿梅达醒起来时阵，发现家己已经死啊，而且佮是处伫看起来像是天堂般惨静的所在。想要弄清楚是安怎是杀人刣伊的时阵，阿梅达有7个月时间联系家己上亲爱的人，佮引导因找到稳藏战争北行的相片资料库，这相片将震撼斯里兰卡。 My hope for Seven Moons is this: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10 years or as long as it takes, that it is read in a Sri Lanka that has understood that these ideas of corruption and race baiting and cronyism have not worked and will never work, will be in the fantasy section of the bookshop and will not be mistaken, next to the dragons and unicorns, will not be mistaken for realism or political satire. 卡鲁纳提拉卡也是第2位得到布克奖的斯里兰卡作家。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麦克雷格表示，这个作品会得到肯定，是因为带领读者经过焚烧飞车同款的生死之路，直接达到作者描写世界的黑暗中心。一旦到达，读者也会发现温柔甲美丽、爱甲忠诚，以及每一个人伫生命中对理想的追求。布克奖1969年开始颁奖，每年表扬一位悠然在世、以英文写、搁伫英国也是爱尔兰出版原创小说的作家，是英国上知名的文学奖项。过去得奖的人包括印度的英国作家路西迪、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怡，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